继续来看立法院新会期今仔日报道，国民党团举办干部交接，民众党甲民进党的党团总调拢来祝贺。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呼吁调野和解，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嘛释放着善意，讲伊是来送橄榄枝的，就是来表示和解的意愿。 就算三人握手，也不过三党总调的喙犹原无认输。立法院说来，搁接新的会期，希望讲调也莫搁对立，所以讲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到南营释出善意。最主要是来递橄榄枝，虽然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但两军交战还是不斩来迟的。拉法呢，不管我们在这里不论成功失败，好，在这里讲成功失败都排干净了，重视这个激情过去了。 国民党干部交接，民进党送花篮以外，郭总调到现场，本来是高照一只，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嘛来，国民党立委想到大罢免，犹原会生气。柯总召为我们长知识啊！原来民主国家也可以这样玩。这2天我们看到，不只是负隅顽抗吼，真的是让我们知道啊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哈。 高花好漂亮啊！我记得我上任的时候，送来的是连署书哈，所以哈。国民党立委笑甲偌欢喜，郭建明、王义川的面都偌歹看。就算是安尼，总调鲍坤基议员希望国民党立委关心郭建明进入新会期，清点南营优势的法案，包括地方制度法的修法、军工教年金的改革、公投白债选一般性的补助款，讲会国家民众党合作。 接下来的会期，我们持续的合作，能够推动更多、更让人民有感、福国利民的法案。只要不要违法违宪都可以谈，好不好？不要违法违宪都可以谈哈。但为什么他跟我讲说，什么叫违法违宪？我们各自定义吧，好不好？各自表述了啊。立法院开工，调野做伙迎接新气象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